創世紀第10章，挪亞的後生閃、含甲雅夫的後代基利的面。大水以後，一人攏生了囝兒。雅夫的後生是哥別、瑪各、馬代、亞原、土巴、米色、提拉。哥別的後生是亞實基拿、利法、托迦瑪。亞原的後生是以利沙、他施、基提、多丹。這群人的後代分開大地各國的土地、海島，逐人隨逐人的方言、宗族立國。含的後生是古實、滅西、胡、迦南。古實的後生是西巴、哈菲拉、撒胡他、拉瑪、撒胡提甲。拉瑪的後生是西巴、地但。古實閣生寧錄，伊是世上頭一個英雄。伊佇耶和華的面前是一個拍獵的勇士。有話講，上加寧錄佇耶和華面前是一個英勇的烈士。伊的國的起頭是佇巴別、伊利、亞甲、甲尼，攏佇示拿地。後來擴展到亞述，建造尼尼微、利河伯、迦勒，甲尼尼微、迦勒中間的二線大城。滅西生羅地人、亞那米人、利哈比人、拿弗托西人、伯是羅西人、迦是羅希人、迦斐托人。對迦斐托出來的有非利士人。迦南生大後生西頓，閣生赫，甲耶布斯人、阿摩利人、革迦撒人、希比人、亞基人、西尼人、阿瓦底人、西馬利人、哈馬人。後來迦南所有的民族分散了。迦南的境界是對西頓向基拉喜的路頂，直到迦薩，閣向索多瑪、哥摩拉、厄瑪西邊的路頂，直到拉撒。這就是含的後代，逐人隨逐人的宗族、方言所住的土地邦國。雅夫的哥閃是希伯子孫的祖先，伊也生了後生。閃的後生是伊蘭、亞述、亞法薩、羅得、亞蘭。亞蘭的後生是烏斯、羅勒、基帖、瑪斯。亞法薩生沙拉，沙拉生希伯，希伯生了兩個後生，一個名叫法勒，就是本的意思，因為迄時人就本地大。法勒的兄弟名叫約但，約但生阿摩達、沙列、哈沙馬菲、亞拉、哈多蘭、烏薩、得拉、烏巴羅、阿比瑪利、西巴、阿菲、哈菲拉、約巴。這攏是約但的後生。一人所住的所在是對米沙直到西法東邊的山。這就是閃的子孫，逐人隨一人的宗族、方言所住的土地邦國。這攏是挪亞三個後生的宗族，逐人隨一人的支派立國。大水以後，一人佇地上分做邦國。